科技日新月異，口水戰都靠部智能手機搞掂。輕重量級冠軍戰快到甩碌，1分20秒完事。5場 main card 賽事，4場 finish。UFC 320使唔使咁刺激啊？大家好，歡迎嚟到熱鬥技研社嘅 MMA 賽事簡報環節，熱鬥 offline，我係 Anthony。UFC 320賽事 Magomed Ankalaev 同 Alex Pereira 嘅二番戰已經喺美國時間10月4日完成啦。見到有我哋鋪攤大哥，賽前又點會冇話題啊？話說上次喺 UFC 313輸咗俾 Ankalaev， 大哥休息完一輪，再走埋去拍戲揾真銀之後，就立即開始備戰訓練啦。同上次中國股權法式備戰唔同，今次大哥揾咗家陣停緊賽嘅 Middleweight 重炮手 Sean Strickland 做佢嘅 training partner， 咁認真備戰，諗住冇死啦。當大哥一行人比賽前2星期到埗 Las Vegas 嗰陣，鋪攤大哥嘅體重竟然去到234磅，1把年紀要喺2星期之內減接近30磅先至達到 light heavyweight 嘅體重上限，咁教法得唔得㗎？另一邊廂嘅現任冠軍 Ankalaev， 自從贏咗條冠軍腰帶就成日網上開嘴炮，結果好衰唔衰，兩路人馬喺 Las Vegas 嘅 UFC Performance Institute 狹路相逢。Ankalaev 一見到鋪攤就諗住嘴炮傳開對付鋪攤啦，點知淨係識講俄羅斯文嘅 Ankalaev 講完一大輪都冇人知佢講乜，搞到淨係識葡萄牙文同有限英文嘅鋪攤回翻佢一句聽唔明啊。Ankalaev 戇居居一路講，鋪攤團隊就一路黑人問號。正當中心入邊有個選手行過，兩幫人諗住捉佢做翻譯啦。人家見到你兩路大軍殺氣騰騰，就算兩幫人話到自己幾 professional， 當然立即耍手擰頭求你放佢走啦。正當大家都一籌莫展之際，鋪攤團隊有個小哥就靈機一觸，拿出本世紀最偉大嘅發明之一——智能手機，叫 Ankalaev 對住個手機講，部手機會幫你 AI translate 噶啦。就係咁樣 ，Ankalaev 同鋪攤兩條友就輪流拿住部手機，你一言啊我一語，等部手機翻譯俾對方聽。成場嘴炮戰就係靠呢部高科技電子產品冇離火花咁樣進行。大家臨尾都係互相拋低一句10月4號揼實你。最後隨着 Ankalaev 發晦氣拋低一句 No Chama， 俄羅斯團隊一行人就面懵懵咁走咗去啦。呢場冠軍賽前口水戰 ，Alex Pereira 一致判定勝出。講翻5場 main card 賽事，3場頭盤。第一場 middleweight 嘅比賽 ，Joe Viver 喺第2回合一個 body triangle 加 rear naked choke 成功降服 Abus Magomedov。第二場 featherweight 嘅賽事 ，Rostislav 快手第1回合1分38秒以一個下位啱巴閃電降服咗 Josh Emmett。第三場 light heavyweight 嘅比賽。Ili Prochazka 同 Khalil Rountree Jr. 互有攻守之下，去到第3回合 ，Ili 一個左勾拳完美 KO 對手，仲贏埋嗰晚嘅 Performance of the Night。以上3場賽事，如果大家想我哋詳細講多啲，記住留言話我哋知，我哋盡快補翻俾你哋。跟住係當晚第一場冠軍戰 Bantamweight 比賽兼 Co-Main Event。由格魯吉亞選手現任冠軍 Merab Wallace-Wheatley 出戰排名第4嘅美國選手 Corey Sandhagen。賽前 Merab 仲笑 Sandhagen 開 OnlyFans 揾快錢，點知第1回合 Merab 就俾 Sandhagen 嘅長距離拳腳攻勢壓住嚟打，搞到 Merab 第1回合要夾硬埋去做個剔單頂住攻勢先。到咗第2回合 Merab 一嚟就上前打咗 Sandhagen 落地下，撻着引擎嘅 Merab 跟手就暴打咗 Sandhagen 成個回合。差啲就喺 Round 2 TKO 咗完場咯。第3至第5回合 Merab 已經控制晒整場比賽，場面一面倒咁重複又重複。Sandhagen一攻上嚟 ，Merab 就轉個人入去打埋身，一係就 body shot， 一係就剔單，得嚟 Sandhagen 企得翻起身 ，Merab 又剔佢 back， 再打再碌過。如是者呢個模式重複咗3個回合 ，Merab 以全場20次成功剔單嘅壯舉之下，最後以 unanimous decision 一致判定 Merab 勝出。打完場比賽 ，Joe Rogan 上台做訪問嗰陣 ，Merab 表示本來第2回合就想解決Sandhagen㗎啦，不過對方夠硬淨，搞到要打晒5個回合啫。Joe Rogan 問到下場想打邊個嗰陣 ，Merab 就提過下可以諗排名第4嘅 Peter Yan 嘅。如果有期，佢唔介意12月又打過㗎。
不過 Merab 都好 humble 咁話，喺 MMA 嘅世界，一個重拳或者一個 submission 都足以瞬間分出勝負，所以佢每時每刻都要保持最佳狀態，進步咁話。大家對於 Bantamweight 王者 Merab 下場打邊個有冇建議啊？留言傾下。當晚焦點嘅輕重量級二番戰兼 Main Event， 由排名第一巴西石拳 Alex Pereira 火拼現任冠軍俄羅斯王者 Magomed Ankalaev， 全程賽事直接了當，鋪攤一開波就壓上前出拳狂攻 Ankalaev 勉強還得個幾拳咋。賽事去到1分鐘左右，鋪攤一個超大弧度嘅右勾拳，轟中 Ankalaev 左邊雲精 ，Ankalaev 暈暈地咁跌咗落地下，攬住鋪攤隻腳，見機會嚟啦，鋪攤立即對瞓咗喺下位嘅 Ankalaev 拳如雨下，有拳又爭 ground and pound。結果賽事喺第一回合嘅1分20秒 ，Alex Pereira 以快如閃電嘅 TKO 復仇成功，贏咗Magomed Ankalaev，亦攞翻佢條輕重量級冠軍腰帶啦。賽後訪問時段 Joe Rogan 上台訪問嗰陣，鋪攤大哥話佢上場狀態唔好先會輸嘅啫，點知竟然冇人信。今晚我狀態十足，就知我咩料啦。不過喺勝出嘅歡愉之際，大哥突然叫大家靜一靜。事緣前 Heavyweight 冠軍 John Jones 嘅哥哥，前 NFL 球星 Alfred Jones 喺星期五不幸離世。為咗表示對 Jones 一家人嘅尊重，鋪攤大哥引領在場各位一齊默哀1分鐘。作為王者，鋪攤大哥對同行都叫做有情有義啦。大家對呢場快到甩碌嘅輕重量級冠軍戰又有乜嘢評價呢？留言交流下。5場賽事嘅回顧就告一段落啦。再一次感謝各位同我哋重溫呢晚比賽啊！有一個繁忙嘅月份，下一場嘅 Pay-Per-View 賽事 UFC 321將會喺美國時間10月尾上演，再次2場冠軍大戰 Heavyweight 嘅冠軍戰。坐正嘅 Tom Aspinall 首場正式冠軍衛冕戰對戰 Ciryl Gane， 女子 Stirrweight 冠軍戰由 Anna Jandiroba 對戰 Mackenzie Dern 爭奪右圓胸嘅冠軍寶座。到時我哋再同大家睇下冠軍寶座花落誰家。當然中意呢條片記得幫我哋 Like、Comment、Share， 仲有 Subscribe 我哋熱鬥技研社嘅 YouTube Channel。click 埋隔離個鐘仔，咁我哋有新片就可以立即通知到你啦。有你哋嘅支持，我哋先有動力繼續做落去。密切留意熱鬥技研社，我哋下次見。